国民党按算要提出着因家己版本的军购案，不过党中央甲党团的成员意见无同，讲目前正咧协调，一定会伫3月初6进前推出着版本。另外，同一个时间，易控公司的董事长，当时嘛是国民党的金主合作 CK 杨，突然间抛文表示，讲国防建设会当无上限，但是心早的定数袂当无底线，伊甲美国化为有报价才有心早。 引发着讨论。无期战术弹道飞弹写过来，爱国者3型潜艇型飞弹升空哪早，因为美国准备搁推200亿美金卖武器给台湾，项目可能包括爱国者飞弹。国民党地库办军购按算伫这关节开出3500亿加 N 的规模。有的人是有版本是3500亿，有的人版本是8100多亿，美方的部分是9000亿。台中市长罗秀燕26号暗时下上北甲立委食饭。 团主提到美国要求的军购金额差不多9000亿，朱立伦接受专访讲到的军购案，嘛代表中央和立委意见也无同款。支持军购，然后严审商购，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有道理的。1.25兆毕竟是一笔大钱呐。地库办军购，除了以美国宣布海马斯等8项军购定出3500亿，嘛讲到反对上购对内采购，理由就是案件资讯公布不足，惊有客户争议风险，嘛并列出处罚条款。不过，有党团成员提出版本，南非徐嘉欣主张军购规模上少8000亿，得到真济亲众派南非支持。当时拿赢金主义工公司董事长 CK 杨建光破文，国防建设会当无额度，不过审查定数袂当无底线。发生美国有报价较审查，因为杨建光和邓丽文关系真密，破文引发关注。目前版本都还在做最后的收纳。过去确实有讨论到是说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个罚则的一个状况，后续的版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部分？相信我们智库在研拟之后，最终要出来的时候，一定会跟大家报告。原本传出党中央和党团会伫咧今仔日透早10点做协调，不过两位立委透露时间搁伫咧瞧，那办军购案金额引发党内的想法不相像，将规划版本相款，这共识继续等待悄悄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